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嘉义的太保。伫个昨暝9点左右，有一间家厝啊火烧厝。这家伙啊有7个人，爸爸妈妈甲5个囡仔。火烧厝的同时，2个读国小的查囝拄啊好出去买物件，一等来到厝，看到火烧厝，非常的惊慌。刷来就看到爸爸带着妹妹为后尾走出来。 当时，这个爸爸虽然已经互火烧着伤，也是无顾着受伤，要阁冲入去救太太甲2个后生，但是太危险了，互警察甲抓落来。啊，真遗憾，这妈妈甲4岁甲7岁后生，将其尾也是死离的火缺。火烧厝的原因要来调查。消防车叫消防车，快点叫消防车，快点！小朋友呢？有小朋友吗？有没有拿出来啊，小朋友？ 看到家厝着火，规间厝都安尼烧烧起来，厝面实在是真着急，无顾一切大声喝响，爱内底人喊走出来。人的囡仔没有弄小朋友。浓烟一直闻出来，阁传出着爆炸声音，大家拢真着急，希望消防赶紧救人。 消防喷水灌救，入去内底救人，因为传出妈妈和2个后生拢掉伫内底。无偌久，一个查甫囡仔互救出来，紧急送病院抢救，验过也是万一卡波。火光，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一听到蹦蹦蹦，他已经完全到，已经来不及，我赶快拖水管出来，那个已经救不了。天哪，我有的天边啊，你哎叫啊你啊！大了2个买物件出来，转来看到伫这民众啊，结果唔当入去。啊。 有了个安大，啊，我一直哭讲因小弟因老母。这口罩7个人住伫家己太保市，昨暗大汉查囝和第2查囝出去外口买物件，倒去厝，都看到厝烧烧起来。第一时间，老爸紧急带小妹为后壁门逃生。虽然有去互火烧着，也毋过看到阁有亲人掉伫内底，想要翻头入去救人，煞去互阻挡。 最后传出歹消息，暗时10点05分，伫房间找到细汉后生。8分钟后，看到老母倒伫便所。7岁后生是一直到半暝2点19开学的时阵才发现一封地址放落来的厝下内底。是讲无代无志，厝内熊熊烧烧起来。李长讲有听到安尼讲法。点来打讲，伊像咱咧烧金的，啊拍电话为叫爸爸，主要添啥？啊，讲爱困。 本局火调科初步研判不排除人为或其他因素造成。详细原因阁需要检警来调查。这个火啊7个人烧死3个母仔，互人真感伤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